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基本嘅福气类嘅节目，今日小介嘛介咧，大家唔知今年2月嘅时间有机会去到，特别是客家文化基金会，因为改编有张艺术展，可能有乡亲朋友去哦，不过系讲冇去到，冇想过因为基本嘅绕墙度做杂类度节目地度，然后大家都小介，记系马莎，记嘅艺术作品有系嘛介，非常介有意思哦，大家咧分享记系马莎咧，记是系呢个设计艺术创作者刘开平分享。大家好，我是刘开平。大家好，然后各位观众、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刘开平，是做艺术创作者。对，欢迎开平哈。大家有看到吗？就是觉得开平很年轻，很年轻。我觉得福气来了，有时候让我觉得很开心，而且也觉得很珍贵，是因为在这个节目里面家有基非洲的有像这么年轻的一个优秀的，我们说是客家青年，或者是客家嘅，就是不管是艺术创作者也好，或者是动漫啦、作家啦，就是只要很多这样的年轻朋友都可以来到这里同泰卡的分享，那泰卡就会知道说，哇塞，原来其实在台湾这个客家的这个子弟里面，或者在很多不同的角落里面，竟然隐藏了这么多我们不知道的这个神秘的这个艺术工作者，所以真的很开心啊。开平是台中人，对不对？对，我是那个台中下公人。古松义讲的是台北腔，错吗？对。啊，亲就冇讲的，没有讲亲简单啊，可是你讲你谈也是，对不对？听得懂。现在对大多都听得懂，但是就是蛮惭愧的，没有认真的好好把客家话给练起来。不会，一点都不迟。现在开始压口是要走的。你知道为什么要跟开平这样聊？就是因为他说来自于台中，我们常常访问来自于台中的乡亲，家里不是种水梨，就是会有柿子，所以我们就说水梨公主啊。所以你家也有吗？是蛮久之前，是爷爷奶奶那时候有种一点点，但是不算是那种世家。有种过葡萄，对不对？对，那时候种了绿色的那种意大利葡萄。你看，姑松，你看基本你来都鸦片看到开平，我们以后除了叫他开平老师，或者是一个设计的艺术工作创作者，还是可以叫他葡萄小王子。啊，说对吗？开平可能没有很开心，基本你来都鸦片有一个葡萄小王子的称号。不过其实基本你泰卡州里看到现场，看鸦片有一个艺术作品。对不对？然后这边也有艺术作品，哇，都不一样，看起来。然后这边也有，所以整个现场其实这些艺术作品都是来自于你的手，也是今年在6月的时候在就是哈嘎丢的那样的一个展览里面可以看到的作品。你要不要简单分享一下？看起来很不一样。先看这2个好了，其实这个哈嘎丢的作品，而且都是用竹子的。你要不要分享一下这个作品的概念，或是你为什么这么喜欢竹子？好，就像是那个竹画跟这个竹环雕刻的部分是，对，是我从以前的我自己的系列里面再发展成另外的系列，然后符合这次客家基金会做的客家草的展览。对，因为我看到客家草，他在论述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好有感受。因为他在讲在台北的客家人，因为台北很少有客庄，然后大多的客庄都是桃竹苗啊、台中。对，然后像我之前从国中开始。就是在外地读书，然后回家的大部分都是下课或者是假日之后，然后大学，然后在外地工作的都是这样，所以我就觉得像是竹环这个系列，我在探讨它这个弯曲的线条，对，然后就在尝试说，它可以自由曲线跑到什么样呢？因为我觉得它很像我们在成长过程中会遇到很多转折点，或是你会遇到很多的选择转弯。然后最后还是会回到一个环形，你会回到你原本自身的文化，或者自身的地方、家庭等等的。对，然后就做了这个竹环这个系列。我觉得这种感觉好像是我们常常讲圆这个概念，你不管怎么走，就不管这中间经历了多少那样的弯曲，好像最后还是会走到那个最初的那个起点，对，或是那个终点，就是它是在一起的。我自己听你这样分享，我哪个感觉会按容易，而且泰卡扣那么低，因为泰卡看到胸片有没有都是一个竹环，它是一个环，但它弯弯曲曲的，而且跟我哈嘎丢有没有泰卡底毛，比如鸟巢，因为丢就像是一个家的感觉，所以你这次也是那样的一个发想，对吗？对，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竹编的东西，因为竹子对我们以前来说是很重要的，也是一个经济作物。然后有很多我们知道我们会做竹子很多去做，比如竹椅啊，对不对？枕头啊，对你对竹子这样制作过程当中，对你来说有很多困难的吗？因为像我自己比较熟悉的就是竹材跟玻璃跟藤，
是因为像我以前是设计背景的，所以在做设计跟创作的过程都会接触很多材质。对，然后竹材算是比较熟悉的，因为它的需要的工具跟门槛可能相对其他材料比较低，所以我自己可以完成。就可能过程中有跟着一些工艺师傅学习一些技法。对，然后后来就来探索自己的创作的脉络，这样。对，所以你自己本身也很喜欢竹子。我觉得竹子对台湾来说是蛮有特色的。对。然后不管是这个材料的特性跟产业，都是跟其他地方相比都是具有特色。尤其有一个可以分享，就是像是日本的剑道啊，他们做的竹剑都一定要采用台湾的桂竹，因为它的弹性跟别种的竹材的会有不一样，所以日本人都会来采用台湾桂竹拿回去做他们的竹剑。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所以我们的竹子我比较俗气一点，你看我们竹子还可以，你知道它有竹笋，你知道吗？它还没长大，它每一个阶段都有它的功能。对，然后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以前常常用竹子，看到竹子所做的家具或是什么，但是现在再回过头来再重新看待竹子的时候，那个心情不太一样，它也会有一点那种复古的感觉，对不对？其实不只是这样，你看我这边还有一个，这个就是我们在照片中也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刻染豆，对不对？就是它也是这个也是用竹子去做的。对，它是竹帛片，是。对，然后像这个刻染豆系列，我那时候做了5件嘛，这一系列，然后我想要探索它的那个毛细现象，是毛细，因为它竹帛片它还是有保留它的维管束，我不知道有没有看仔细一点，它会看到一条一条的植物的维管束它还保留着，然后我就借由那个染剂，让它其实是有点借由材质的特性，是，然后我自己也加入一半，然后让它有点随机的扩染这样子，然后它的过程呢，我也觉得其实就蛮符合这个客家潮的主题，因为像我们每个从客庄出发的在异地的人，经历的不管是求学或是很多经验，或是在异地居住的经验都是不同的，然后所以这个毛细现象刚好可以表达我说我对于像我们在外地的客家人，每个人的发展都不太一样，这样。对，而且因为你不知道它是毛细现象嘛，你不晓得它会走到什么样的高度，对，跟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黑哥摸到亲幼稚一个问题，你做按钮给东西，你是去哪里找竹子？就是台湾的竹材，像是南投或是台湾盛产的都是南投跟新竹这样。所以你真的就去那里去，找竹材买竹子这样。有去过，但是其实竹产业算是已经蛮完整的，所以我就只要跟配合的竹厂就可以买到你喜欢的竹子，对不对？好，大家有发现吗？其实开平分享的就会其实给他在今年6月在基金会里面做的一个艺术的展览，那是算是第一波，对不对？对。不过事实上，泰嘎会知道哇，好可惜，如果第一波没去到。不过我们是不是还会有第2波的展览？对，就是他们台北市客家基金会在10月的时候有规划下半年的，所以还有3位新的艺术家创作者会有新的客家潮的演示。所以一样是客家潮系列。对。然后，但是他们会做出他们不同的作品。你会不会也很期待看别人的作品？会啊。对，因为泰嘎会知道亲有意思啊。为什么想说一个自己做设计的人，然后在台中石冈，为什么会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台北的这个哈嘎跟基金会合作？其实我后来研究所之后就蛮长的时间都在台北的，然后就是工作室也目前也在。有一个共同的工作室也在台北。对，就这样子，所以就这样，然后就有机会跟这个客家基金会合作。应该是他们看到了你的东西，或者是应该是我有关注到他们，然后就是他们是算是一个征件展，然后我就去甄选，然后就顺利的通过这个甄选，然后把我的系列给展出来这样。那他们应该有觉得挖到宝有那种感觉吗？对，应该每个创作者他们审核的应该都是很不错的，他们就觉得哇有挖到宝，因为你太搞一底因为其实真的像按钮给东西，又不太搞的 condo， 你是要有一个机会跟一个缘分，对啊，然后你看按有修给你黑工做对做出按钮给东西，黑面按钮给非同太搞的分享，我觉得这个是。这次在艺术展里面，我觉得这几年不管是客家这一块，我们都一直在努力做的事情。可是事实上，太搞一底其实你做的东西，你敢想黑。他搞给东西听听，其实你在很多地方也有做，比如说最基本的是台中人嘛，对不对？你是不是在
台中丰原区公所那边也有自己的一些装置艺术。对，就是像今年刚好是台中灯会，然后就刚好有这个机会，然后就在丰原区公所做了门口，我们做了一个灯节的装置。哦，所以是为了台中灯会做的灯节装置，现在还保留着吗？现在已经撤除了。现在撤除了。好，你所有改用奇妙，其实动有意思。几度台片走出安永改当艺术改设计，上到非松改有2年，由于文化到历史改背景，到底系嘛改你聊下，等下就再讲。上段节目讲到今年度推动改台中灯会，对不对？在丰原区公所有一个装置艺术，你要不要分享一下那个装置艺术？因为我觉得那个装置艺术放在那边，我们有看相片，真的觉得非常的漂亮。对，因为我觉得台中刚好对我们家石冈这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的城市，然后我们之前要去别的地方都会经过丰原，然后丰原算是一个比较早期，算是商业比较繁华的地方，但是因为也是这个缘故，所以它的市容比较繁乱一点点。OK。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有这个机会，就觉得很开心，就是那个区长跟课长让我有这个发挥的空间，我就想要做一个，算是有点挖掘丰原的故事，然后又在视觉上面可以比较和缓，然后给一个适当的视觉的表现。对，我们可以真的看到你真的是在区公所这边，真的是放上那个装置艺术，我觉得那整个感觉都不一样哎。对，而且你看旁边那是一颗一颗，它是它的名字叫那个过程泰耶尔顿，然后泰耶尔顿就是很浪漫的名字。对，它是很早之前那时候丰原地区的平埔族取的名字，是，然后后来丰原最早的名字。对，我那时候查到的资料了。对，然后后来就有什么葫芦墩啊，什么其他的名称。是，然后像这个装置，我就解构了一些丰原特色的图案，像葫芦，然后还有糕饼，还有米，还有水啊。是，对，然后我就解构，然后再重组起来，变成一个具有视觉感的灯节装置。我觉得它应该要一直放在那里，应该要一直放在那里，让大家去观赏。这个是刚才讲到的装置艺术。其实上台节目台港美术讲的，我们现场有空要周围安用的东西，那大家会觉得弯弯曲曲，看起来事实上对你来说最困难的地方，应该是挑战它的材质本身的什么东西，或者是你觉得还是他做出来的东西跟你想的不一样。对，像是我在做的过程，然后那时候基金会有来访视，然后他就说，你现在的心情是怎么样？然后就说，其实我现在做的过程是 struggle， 就是很挣扎，然后就互相都在奋斗，因为像我都会挑战材质它的极限，然后挑战它的特性，所以我在做的时候，其实除了 struggle 之外，还有跟他对话，就是像说，他可以玩到怎样呢？然后他所表现的，是不是最后表现出来的是跟我心里所想的是达到一个，跟我的想的是达到一个平衡相符的样态，所以我就会停留在那里，然后就把它停留之后，就截取它这个造型，或是截取刻染的那个毛细现象的扩张，就停在那个部分，就算是一个阶段的完成。对，我觉得艺术创作者一个创作的过程，总是在这样的一个互动里面、对话里面，然后后来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果哈。不然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常常说有时候艺术家是有时候蛮抽象的，就是这样子，它可以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惊喜哈。在这边给我们一同大家的福音用以及露骨演绎，来，打天打地好打修你。这一句我刚刚讲的是海陆腔哈，对啊，你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其实如果说我们真的遇到洪水来的时候那洪水会在我们的田跟我们的地造成影响嘛，对不对？然后因为就是可能农田就会被破坏，可是其实它绝对会冲怎么样的这个水都冲不掉你自己拥有的那样子的一个手艺，就是如果不管你留下来的是一种工艺。也还有你留下来的一种创作的一个艺术，不管是哪一种，这都是跟着你一辈子的这种东西。其实也以前留下来的俗谚语，不过就是鼓励，其实是鼓励很多不管是从以前或是现代的这个创作者，其实要知道，就是这是一个很艰辛的过程，可是
不论怎么样，都是留下来是最珍贵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自己的这个艺术的一个创作这样子。有活动吗？有学习到吗？对，有。跟你会觉得很遥远，距离很遥远吗？有。不要这样，这是前人的智慧，好不好？老实说，之前没有听过这句，但是这句就真的蛮不错的，是也蛮适合就各行各业都是啦。对，是哈。你看我刚才说，我刚才差点要威胁开屏，有没有？还不错吧？对，以前也以肉骨也给纸笔啊，有时候老古人的智慧真的蛮有意思。那个时候他们就知道，对你说没有看过这一句，其实在我们节目里面大部分介绍的，我们大家都没有。对，所以才要跟大家分享。对，要传承这个之前对，是不是？好，亚就会给不给类肉骨演绎。你看这开屏真给清等一下哈，我觉得说他的脑子里面装了很多的东西，我们就想说，好好来跟大家分享。譬如说，你也有作品，一个很有趣的名字叫《失败的铅笔》。对。这个，我想大家就很有共鸣，因为养别按有个东西，C 给时间，你偷数给时间，你瞎拱抠给时间就会用到。但是为什么是失败的铅笔？这个算是我比较早期的一个，我在从设计在转换过程的一个创作。对，因为像我们以前做设计都要，那时候学校教的都是要解决问题啊，然后做出一个好用的产品。但是我那时候刚好在读了一些像艺术创作的过程，我就觉得他们在说要探讨自己，去挖掘自己内心。然后那时候我就在想，那我要挖掘什么？因为像我以前国中跟高中都是读那种私立学校，很盯紧功课的那种班级，然后就觉得压力好大哦。对，然后这种班级就考试很重要，就追求唯一的答案。对，然后就觉得后来就觉得这个跟真正的人生不太一样，是因为真正的人生是要经历很多挫折，然后要去尝试。然后后来我就看到铅笔这个物件，对，一般的铅笔后面有一小撮的一小段的橡皮擦，然后但是它只有铅笔的1/10吧，我就觉得这个比例不对啊，怎么可能失败只有那么一点点？对，然后就觉得至少要失败可以容错率到1半吧，然后我就把这个铅笔，它算是我反思我自己求学生活的一个反思出来的作品。我觉得我听开屏这样讲，大家可能觉得只是一个艺术创作或是一个设计作品的介绍，可是我听起来其实蛮心疼的因为其实，在台湾有非常多这样的年轻的孩子，他不一定适合那样子绝对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系，可是他又必须在那边生存或是存在。可以走下去的人，也许会像开屏那样子，他可能另外一个方式来抒发。例如，你会觉得为什么是追求那个唯一？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完美？难道我们不能多一点点的失败？我用橡皮擦去把它擦掉，我可以重新来过。可是没有办法承担，他可能就变成一个拒绝上学的孩子。有这样子的可能，或者是他会觉得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知道要走出哪一种路啊？我在你身上看到我的哪个杠数就会，我觉得你那段时间应该是很辛苦的，对。可是你把这样子的一个辛苦，最后转化成一个失败铅笔这样的作品，对，所以哇。这个作品我很喜欢，我觉得很棒。对，可是你看到这个，就是我觉得是人生经历，我觉得也是因为让你有不同的人生经历，你后来的这个灵感的激发，或者是你对于内心这样的感受投入在作品上面，才会不断的更有层次。对，可以这样说，对不对？算是各种经验的累积，然后可以让你可以有多一点的灵感跟想象吧。对哈，也不能什么事都太顺利哈，感觉像是这样。我跟你讲，走的每一步路都一定有它存在的意义。哪个杠杆会按油腻？不过其实你等一下可以失败的铅笔，刚刚看到好可爱，拿一支铅笔后面橡皮擦很长哦，我很喜欢这种东西。不过其实你等一下天数有看到，我觉得刚才那个东西感觉上又是一个艺术作品，好像又可以使用，是有一种中间的地带。对，可有些东西可能就是一个观赏，像这个，对不对？冰河湖琉璃饰品。对，这要不要分享一下？好，这个算是那时候刚好有一个朋友他在北欧读书，然后我就那时候我在工作，然后就特别请了假去跟他一起去冰岛，我们就环了一圈，环岛。对，然后那时候我很喜欢一个景点，它就叫冰河湖。对，然后它好像是1930年代左右，因为它是一个出海口。它上面是一个高原，所以它那个高原的冰融了下来，就聚集在那个出海口，有好多的大块的融冰。然后对于我们像亚热带地区的人啊，就看到就觉得哇，好壮观，好特别。对，尤其那个融冰有好多颜色，从深蓝的、浅蓝的，然后还有火山灰的关系，所以有些是灰的、黑的冰，透明的。然后觉得哇，很有意思。然后后来又发现，因为它是暖化的关系，才有这个景观。然后我就想要把它记录下来，
就有别于一般人都是用拍照记录风景。然后我回来之后刚好有机会接触玻璃工艺，还有玻璃的一些制造啊等等。然后我就跟工艺老师跟玻璃工厂一起把这个冰河湖的作品，我就做出来，算是一个记录这个影像，记录这个景象。是，我觉得好棒。有时候我们很羡慕这种所谓的设计艺术创作者，就是这样。我们真的就只能用照片，不过像我也不能我也不能太挫折，我可以用那个眼睛跟我的这个记忆来记录。对，不过你看他很棒的事情是，它可以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作品。可是你看到这个，这是你一个很棒的记忆的回馈，或者是你生命经验的回馈。但是对我们来说，如果我拥有它，我可以感受到你的故事，但是我也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装饰品，对不对？所以其实你等一下按永远，那这个感觉上前面摆的这3个不同颜色。它就感觉上是比较实用，它是一个花器。对，你要不要分享一下？好，其实我蛮擅长在做一些文化的转换，或者是一些不同类别的转换。像这个的话，就是从木工跟玻璃的制作方式做一个转换。因为我那时候在接触这个时候，有遇到一个机器，它叫玻璃车床。对。它那个车床大多都是做仪器啊，像烧杯、烧瓶的。然后像我就马上回想到以前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一定会用到木工车床。然后木工车床它是用一个刀子嘛，就去削那个木头，它是剪法去除掉。然后玻璃车床它是用碳棒，然后去压它，它会挤压变形。对。然后那时候就拍了好多好漂亮，我也很喜欢那个制作过程的照片。所以大家做在讲述都去讲的，其实是剪法。可是共同填充这个花器的时候，它变成一个加法，算是形变，对不对？而且事实上接触到玻璃的时候，总是有一种魔幻跟浪漫的感觉哈。所以大家做一可能去改作品，非常改多年，还有嘛改作品，你先聊哈，等下长再讲。今日当番伊做啲绕墙头，一个有上有安有崔清介呢个设计艺术创作者开平咧，多厉害，平到大家的分享。我觉得未来的路还很长很长，那我们非常期待，开平未来还可以带来更多不一样的东西，对。然后也非常期待，为什么很期待？因为一唐一分享师弟，他去了一趟北欧，他就把这么深刻的感觉画成作品。对不对？然后他可能国中、高中念书的时候，他有很深刻的感受，我们就会有失败的铅笔，我觉得很棒。所以公斗俩品也是间，你们是不是你有去过？像是你有个作品是卢凯族的编织包，对，这个刚好是去年我们去台东，就去部落里面，我们就住在那里住了2周吧。然后那时候很深刻，算是我第一次这么深刻的跟着原住民一起学习，然后体验他们生活，然后学习他们做工艺。因为他算是一个，像那时候带领我们的老师是一个追踪师，就带我们去山里面，他打猎啊，会怎么观察植物什么的，然后怎么取材。然后那时候就学习到，我们就在溪里面，他就教我们做他们卢凯族的一个餐包，就是他们猎人要打猎的时候，那个餐包要装他的小米、腌肉，然后带上去，可能是他的午餐。对。然后那个学习过程很快乐，因为我们就坐在溪里面，对。然后就在那里编月桃叶，编成那个包包。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物件好棒哦，然后我想要把它做一个转换，是，就把它转换成用皮件做的，像现在的比较当代的包款这样。他们原本做的时候是什么材质？月桃叶。哦，所以是会破损的。因为它只是要带小米带什么，反正回来就没有了，算是暂时性的便当。哦，所以你后来用了皮件，然后去做了我们刚才在照片中可以看到那样的编织包。对，我开屏很可爱，他讲说好快乐，他整个脸都很灿烂的笑了出来。所以这个你去的前后，对于他们卢凯族的认识应该有很大的落差，对不对？落差倒是不会，因为我们就蛮快乐的，就是体验，算是边体验边学习边玩这样。对。然后那时候学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原住民蛮多都有一个叫做会所制度。是。然后会所制度像是男生啊、女生都会10几岁的时候就要去会所，跟着他们的老人家学习，不管是学习生活技艺、工艺啊，或是做一些编织，或是学习打猎，甚至学习到盖房子、盖家屋。
对，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会所制度对于他们的文化的传承是好紧密，然后大家也对文化非常认同，然后我就看到这个就觉得反思说啊，像我自己像客家话这个，我就其实就遗失掉蛮多的，对，然后也在像可能会想要说借由一些机会，然后再来多的探索一下，说不定我自己的文化会有什么地方可以再了解的，昨天捡回来黑走的也是可以的，我觉得这就是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对，就都不晚，就按你给干不搞哈。对，你看我刚刚开平福音用希都卢凯族就是到了部落去学习按你个东西，可是其实开平他之前之前是在米兰学设计对吗？对。米兰呢，拜托，他跟我按用个提否就会时尚之都对不对？他敢凶还按容易。因为你知道很多欧洲的时候，就会觉得他们有很多他们自己的设计，他们自己的美学。何况我们再提到意大利，再提到米兰，所以到那边对你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对不对？不管是在学校里面或是学校外面，对，那时候是在台湾读研究所，刚好有个机会，就短暂的去米兰，就是在那里读书。然后我觉得那时候去的时候，刚好去的第一个礼拜，算是他们的时装周。然后因为米兰很多的设计类的活动，还有什么家具展啊等等的，所以就大家都会开玩笑说，其实你在路上遇到可能有一半，或甚至展会期间你遇到80%都是同业，都是设计相关或是创作相关的。对，然后甚至像我有一次就搭便车，他们有一个叫布拉巴卡，我要去佛罗伦斯玩。然后那个开车的那个大姐，她就是学建筑的，然后又在服装产业做那个经理这样子，对，所以那里的做艺术设计的人的密集度很高。是，对。然后你是不是到了外面有看到一个？他们是不是你那时候是不是有遇见一个在户外的一个装置艺术？对，那个算是我最印象深刻的，因为他是很有名的那个美国艺术家嘛，他们就在湖上面做了，他的名字叫 Flating Piers，Flating Piers，对，然后它全长很长，它有3公里，哇，这么长？对，然后它只为期2周，对，然后我看那时候报道好像就有50万人去看，然后我就很幸运，刚好那时候在米兰，只要坐车就可以到，哇，然后他就去看的时候，他就可以走在湖上，然后走在他搭的那个平台上面，然后就。那平台会有点这样子摇晃，因为湖会有水波嘛，一点点微微的水波。然后我最喜欢是后来有看到一个人这样叙述，他就说我就说我会形容说是走在水上。然后后来我很喜欢一个人的叙述是说，走在那个作品上面，很像是走在那个鲸鱼的背上。对，就很有那个感觉。然后这个作品因为很有印象是。它的尺寸，然后还有它的 idea， 它 idea 是好几10年前他就想好了，只是后来花了很多经费，还有很多时间、人力才完成的。然后我就觉得，哇，这样创作可以到这么不同的境界，这么不同的方式，然后就觉得，这个算是那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印象深刻，然后又有很具有就是启发我的一个作品，这样。走在那上面也会有一点点飘动的感觉，那是刻意的吗？因为湖水一定是关系，所以它造成了那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让我们走在上面会有那种感觉。对，哇，所以台钢熊的那种3公里耶，对，这也会让其实也让我们，因为像这样的大型装置艺术，刚刚你提到是在意大利米兰，但我们也会直接想到，事实上像在日本。就是有那个回到里山，就里山，对他们其实也是每一年都会有一个非常大型的装置艺术在那样的一个农村里面，对，那目的也其实当然他们有不同的意义，他们其实想要活络农村，可是一样可以看到不一样的设计理念跟农村的结合在里面。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很谢谢这么多的艺术工作者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他也是将艺术跟生活有时候做一种结合，对，然后我们这些老百姓。黑框跟死结其实就会有着不同能量的一种吸收，对。其实我们讲到这么多，我们会觉得说，哇，那接下来在什么地方还可以再看到你的作品的展览？其实像是最近我们10月中的时候，我们在松山文创园区，对，我们要挑战做一个比较对我来说是之前比较没做到那么大的尺寸的一个装置，然后它的名字叫藤花，因为我们是用藤
去缠绕它，也是用传统的技法做的，对，然后把它做成一个装置。对，因为刚才听开平讲说在意大利米兰 Galleons Condo 那种很大型绵延3公里的，其实是放在那个艺术家的心里很久了。对，他终于可以把它付诸实现，变暗用干狗，所以这也应该是算是一个规划蛮久的，希望可以在今年，是你刚刚说几月？是今年10月中旬。对，所以10月中旬的时候，黑公。像这边有时间哈，他要真演而已。10月中旬去都松烟文创那边就都得看到开平新的一个藤花的一个作品，比较大型的，可以在里面看到，对不对？而且是不是同时，因为你刚刚讲到像你去部落，然后你台湾东部，你最近也有在接触像一些不同媒材，像是食材的创作。对，这是就是后来新的一个材质的挑战吧，就是食材也是我一直想要做的东西，然后现在还在认识中。然后之后也会想说，看了解之后，可不可以做出一些新的创作、新的东西？是，然后就持续发展我自己的创作脉络，然后对，感觉像心中满满的能量，对不对？哈，有这种感觉是不是？有，对，因为现在其实开平亚洲对公还有一个自由工作者，对不对？跟自己算是有一点点跟朋友，然后在松烟那边有一个自己的小的工作室，对，小的工作室在那里。然后不断的在酝酿，在未来可以有一个更大的东西可以呈现给观众朋友。对，走等哈，哇，真的太棒了！今天真的很开心可以邀请到开平，开平也是T100的哈嘎天师嘛哈。你今天应该也很开心哈。有哈。通常这样问观众朋友说，他很难回答，说我没有很开心。对，其实也蛮紧张的。其实很紧张，现在不会了哈，这样快录完了。你看有这么按定一下给你们，谢谢你来，希望 UTV 有新的作品再来跟我们大家分享，谢谢，谢谢罗拉，好，谢谢，好，听年下来怎么改嘞？来找人堂聊。